正道、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家庭，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会当做做礼拜是一个稳定，会当看见兄弟姊妹心中充满足大的欢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中间，无论拄着心中的风雨，就亲像咱伫即摆遮尔长的时间拄着即个疫情，但是上帝保守咱的教会，保守咱的家庭。今日足欢喜看到伊琳的阿嬷、伊琳的妹妹，因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即摆目前可能阿嬷就是咱教会上高龄的长辈。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家庭。今仔日咱的圣经要讲的就是受祝福的家庭。兄弟，请恁安静听。伫有感动的时间，上帝讲：上帝，你祝福2000年前的遐个家庭，今仔日你嘛祝福我。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咱要领受进前，牧师要邀请恁用较无的心恭敬，咱同心搁一摆祈祷。主，阮知影家庭的宝贝。阮拢较无，阮是幸福的家庭。独独你是起造人家庭的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要强读伫圣经中间受祝福的家庭。阮要对这个故事来得到感动。阮要甲上帝讲：上帝，你祝福约书亚，上帝你祝福灵法。主啊，你嘛要祝福今仔日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的家庭。亲爱兄弟姊妹，亲爱天父上帝，求你甲阮三个弟弟，互阮的家庭虽然平凡，但是因为上帝你的稳定，阮就充足；因为上帝你的话，阮的家庭就行伫正直的道路顶悬。阮的囡仔到代代拢正直，无拍甲闹，无绊倒，无损失。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将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互阮的家庭用你的祭坛做根基，也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进入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互因大大有快乐、幸福满满。愿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向你来恳求。主啊，求你开你罗卜的嘴，互你的罗卜有矫正的智慧、矫正的平静，会当将上帝你的恩惠祝福，互人得到较无甲感动。主啊，求你甲阮同在。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信仰的教会就是对家庭来开始。今日咱所读的两段圣经，无论是约书亚，无论是歌罗西，伊拢来讲起上帝祝福的家庭。上帝感动，咱对祈祷开始，咱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在座兄弟姊妹，恁的家庭是一个见证上帝祝福的家庭，而且到代代。咱对这个信仰有真侪通俗，咱的确信，咱的愿望。咱常常听见一句话讲：一个人得救，然后咧，全家得救；一个人受祝福，然后咧，全家受祝福。你相信这是上帝圣经的话吗？你较无因为上帝将这个祝福首先给你，然后你就紧紧，你就认真将这个祝福嘛分享给你的亲人，大大小小，包括你的长辈，包括你的囡仔。你相信义人会祝福到万世代吗？圣经无讲上帝祝福义人到万世代哦，但是圣经讲我是一个到万世代的上帝。既然敬畏我的人，我会信实到永远。耶和华是好，伊的主啊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愿天父上帝听咱今仔日的礼拜，听咱的学老，听咱的祈祷。上帝对天灵拍开天顶的窗，将天顶的荣耀，将伊对天灵来祝福，就放伫你我咱的中间。家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敢敢那生囝传后代尔吗？安尼实在是足有压力的。家庭最重要就是真做一个幸福满满，人生活伫迄个所在，伊会感觉伫这个世间无一无事，比我的家庭更加重要。所以有真侪伟大的作家，有真侪有影响力的长辈，
因拢有一共款的一种的感觉。因做到年后的时阵，年老的时阵，因愈发现亲情甲家庭的宝贝。伊伫这个世间荣华富贵真多的努力贡献，但是到伫伊退休，到伫伊慢慢年老，慢慢身躯衰烂，伊发现其实囡仔都来看我，囡仔伫我的身边，家庭内底会当大大细细平安喜乐。其实伊感觉，这才是真正人生中间的宝贝。咱做父母最大的期待，嘛就是囡仔成长伫上帝恩典的中间，一生伫主的名、性命内底行正直的道路，是吗，兄弟姊妹？咱会当教咱的囡仔，但是咱无法度保证讲，因一定一生正直、细正、敬畏上帝，无跋倒。所以，兄弟姊妹，伫咱袂话，但是愿这个创造万命的上帝，将这种的恩惠加添伫恁的家庭，一代一代一代，恩典愈来愈长长。我咱对今仔日圣经的故事，咱嘛甲上帝讲：主啊，我要亲像约书亚，伊讲我甲我的家。约书亚是离开埃及50-60万人中间最后唯一两个，是对迄个时阵出发到结束个入迦南地。对遐50-60万的以色列人来到旷野40年，因为因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要互这会做奴隶迄辈踏入迄个应允的迦南地。只有两个人，迦勒、约书亚。所以迦勒是见证这个家族怎样对得罪上帝、悔改认罪，后来才对上帝万世代祝福以色列的家。所以这个故事，互咱有一个真大的感动，就是上帝啊！我虽然袂当看到我10代后的子孙，但是我深深相信，阮做父母的，阮做阿公阿嬷的，阮做阿祖的。阮若将上帝你的性命，将上帝你的荣耀，将上帝你的话教我的囡仔，我毋免看入因将来做歹囝、跋倒、失败，因为上帝你要因带因，你要用你的腿、你的管，为着你的名带因行义的路，也这你相信嘛？我咱今仔日用谦卑、用祈祷，咱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中，含万的父母欠缺的智慧，总是上帝你使用我，互我的囡仔，因为我受祝福。像你今仔圣经讲，保罗写批互灵法这个名，恁可能拢毋捌听过，包括牧师过去嘛无注意到这个人，因为这是第一张批歌罗西内底上尾啊一句话，所以当时咱咧谈物件呢。真安尼成功，甲读过了后，咱无读到迄个稳重的宝贝。另外，这是一个查某人的名，读中文的圣经，改翻做女性的她的家庭。真侪经文改翻做查甫人的她，因为另外这个名本身叫做新郎，竞赛新郎，所以这个是真男性的名，但是这个名足水。这个名伊本身伫希腊语内底是两个字，叫做嫁妆，就是新娘佮加上礼物，都水的吼。这个查某囡仔伊就真侪伊丈夫带来迄个家庭啊，一个新娘带来上帝所祝福的礼物，互伊的丈夫的家庭来受祝福。兄弟姊妹，咱用较无的心，咱做伙对初代教会到今仔日。上帝伫逐世代兴起基督徒的家庭，伊的目的就是要互人伫人生中间将信仰甲生活结连做伙。所以初代教会互咱有一个足要紧的智慧，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模范，就是初代教会是无初代其实耶稣基督迄个时阵也无教会，有会幕有会堂，但是无基督徒的礼拜堂。因为耶稣是一个教会的开始，所以初代教会并无有伊家己的礼拜堂。
所以当时在基督徒做伙做礼拜所在，拢总是伫厝的内底。所以每一个家庭拢是一间小小的礼拜堂。所以这个家庭有一个重要紧的功能，就是因的信仰甲因的生活是结合做伙。所以弟兄姊妹，关键在这个礼拜鼓励恁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一方面甲上帝讨讲，主你祝福我的家庭；可另外一方面，就是伫上帝的面前重新看见咱的责任。咱毋是干那咱这代好就好，咱要带咱的囡仔好伫上帝的恩惠施恩宝座前。咱毋是干那咱这代敬虔就好，咱嘛要互咱的囡仔到万世代，甚至比咱更加敬虔，比咱更加亲近咱的天父上帝。也即你讲啊，我少年的时阵过无用工作，我忽略着对我的囡仔的看教陪伴。哎呀，今摆已经袂赴啊！早若知，亲爱的姊妹，莫着急，毋免讲早若知，今仔日犹原要会赴。你若愿意，你将你的祈祷交上帝，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家庭。所以伫旧约的，伫圣经新约的内底有真多的家庭，包括路底亚的家庭、提摩太的家庭、阿基拉、别基拉的家庭、该犹的家庭，这拢恁真熟。路底亚就是迄个做生意负责人，卖紫色的布迄个负责人。听见保罗的讲道，伊心内火热，伊强甲保罗讲：“请你来我的厝，佮继续讲道。我招我的亲人听你的讲道，来祝福我的亲人，祝福我的厝边。”路底亚就是这种的负责人，伊将这个祝福带入伊的家庭。提摩太咧。提摩太伫圣经记载讲，有一个敬虔的阿嬷，有一个敬虔的妈妈。阿嬷叫做罗伊，伊的妈妈叫做尤尼基。有好信仰的长辈，后来就产生圣经内底一个真要紧。保罗看做伊属灵的囝儿，初代教会真要紧的教会的牧师提摩太。佮有一个阿基拉、别基拉、阿基拉。伫圣经中间咧讲起，这是一对敬虔有好模有信仰生活的夫妇。因帮赞保罗传福音，因嘛帮赞真侪初代基督徒来认捌耶稣基督的福音。愿天父上帝帮赞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今仔日的歌罗西书，咱得到新的亮光甲感动。拄则牧师有甲你讲到另外一个人，伊本身毋是歌罗西教会的人。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本册《歌罗西书》。其实是一张批，是保罗写给歌罗西城的这群的基督徒。迄个教会当时的牧师叫做阿基波。为什么牧师会知？因为伫张批中间讲你著爱请安阿基波，我请安阿基波，也渴望阿基波会当尽本分伫伊所领受的职分甲交托的中间。歌罗西书并无讲到阿基波这个人伊的家庭，但是圣经中间还有另外一张批，是所有保罗写出来的批中间唯一写予个人的，叫做腓利门。通常保罗所写的批，拢是伊过去传福音讲道培灵的教会。腓利门这张批是独独写予一个信仰的，亲像长老。腓利门这个人，伊就是住伫歌罗西城。伊的太太叫做阿菲亚，因是一对真敬虔的家庭，所以后来伊的囡仔阿基波就继续因所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后来伫圣经以外的初代教会历史中间有讲到阿基波这个少年人，伊真有可能就是歌罗西城的当时的牧师。所以这个圣经的故事，咱也亲像咧讲绘本。你就开始当想象讲，当时伫歌罗西城内底有一群用家庭做聚会，用家庭兴起福音的一群热心的基督徒。咱对2000年前的故事，都会到今仔日咱德堂教会，因为咱德堂教会就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咱的教会无真大，咱的教会嘛用几个大家庭为主，但是咱的教会开始将福音传到新的人，用咱的家庭开放。
甚至乎教会真多一个大家庭。所以伫当教会每一个来到这个所在的人，应该咱会当享受到亲切，咱会当享受到伊毋是一个受拜托，伊拢会当享受到伊甲每一个人拢真亲切，大家真好的交陪。甚至咱的囡仔，应该甲伫教会内底做伙大汉，就亲像亲兄弟、亲姊妹共款。兄弟姊妹，这毋是咱得当教会教，是因为咱的信仰的前辈一起头就决定，所有长老教会要真侪家庭教会，所有长老教会要真侪小型的教会，所有教会要真侪社区的教会，所有教会要重视信仰的生活，结连做伙，互家庭充满幸福。所以今日牧师通过这个故事，第一，要鼓励恁认真去做恁家庭的这段，互恁的家庭真侪有基督徒香味的家庭。第二，牧师要邀请恁，咱的教会的健康是因为咱有健康的家庭，咱的教会兴旺，咱的教会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兄弟姊妹的家庭嘛健康，对不对？你来帮助我，我嘛帮助你，这就是家庭教会伊真大的特色。所以当时这个基督徒受祝福的时阵，因为当时事实上并无今仔日咱咧读的这本圣经，因有时若要听上帝话，摩西五经，也是讲列王记、历代记、撒母耳这先知书，因就要用请一个叫做经学师，用手抄写古早的经典，好不容易抄了，才提起远远的这个基督徒，也是讲犹太人的会堂，互迄个所在的人会当讲家用。当时的教会无亲像今仔日咱有印刷，所以人人手中拢有一本的圣经。即摆更较夸张，人人手中拢有一支手机，因为手机变做你的圣经。啊！你做礼拜，你甲牧师讲，我咧读圣经，毋知有影无影呢？因为当时伫遐咧看 Facebook， 加无意义咧读圣经。兄弟姊妹，在遮尔富裕的今仔时代，咱无法度想象当时初来教会，因非常欠缺圣经，所以无论是保罗写出来的批，无论是路加写出来的批，无论是约翰写出来的批，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伊写互无共款的教会的时阵，因摕着即张批读，搁再读，读，搁再读，读了后呢，甲隔壁教会交换批。所以今仔圣经哥罗西伊咧讲起保罗讲，恁读了即张哥罗西书，哥罗西即张批，我写互恁即张批了，恁甲隔壁教会罗底加，你甲伊交换，因为我嘛有写张批互罗底加教会。所以你读了后，你甲伊换，将罗底加教会批摕来听。罗底加教会有一个人叫做灵法啊，灵法这个名，伊原文的意思是新郎，但是伊的字根的头叫做新娘，伊用女性词用女性落去，所以变做新郎，变做新娘。啊，然后伫这个灵法的这个字的后壁，迄句的字根。伊的意思就是礼物。圣经并无描写讲灵法怎样带予伊的丈夫的家庭，带好的嫁妆，带好的祝福伫伊的丈夫的家庭。但是伊本身的名就真有意思，因为这个富裕人是真少数伫初代教会中间会看得留伊的名伫教会历史的中间。伊本身的名佫好了足好。伊就是嫁妆，因为你若甲新娘搁甲加一个礼物，佮毋是讲是伊对后头厝，对伊的妈妈、爸爸迄个所在带嫁妆进入伫伊的丈夫的家庭。佮另外一个意思，新娘伫初代教会是有标，耶稣基督羊羔的新妇，对无？所以咱常常伫圣经中间咧解说讲，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特别伫初代教会到今仔日，若去做修女，真正对一般的入狱、到受栽培、
信心坚定，受接纳。当伊受安立，叫做受辱迄一日，伊挂一个手指。伊的意思就是，我对今仔日开始，我嫁予耶稣基督。耶稣就是我的丈夫。咱会感觉这种的誓约足好笑，但是兄弟姊妹，你我咱就亲像安尼。咱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咱甲耶稣讲：耶稣，我对今仔日开始，就是你的囝儿，就是你的新妇。我就是我带这个祝福进入你所差遣我去的教会中间，我要成做老底家教会真要紧的祝福。所以当咱读这个圣经的中间，咱就亲像咧看绘本，绘本无有真多的字，但是绘本会当互人各说各话，对吧？绘本真多时阵，当你看到迄个绘本的时候，你会当加添真多的感动，伫迄个故事的中间来发展你所领受圣神的帮助。所以，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真要紧，咱知影一项，当咱的家庭若向上帝开放。你的人生要无同款啊！这你相信吗？当你邀请主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家庭，你相信你的家庭对今仔日开始要无同款吗？牧师用几分钟来讲起灵法一个人，牧师嘛用几分钟讲到腓利门以及阿基布，一个市长的老爸甲伊的囡仔。后来，伊的囡仔继承伊的爸爸传福音的热情，成做专职当时哥罗西教会的牧师。所以，兄弟姊妹，福音若入咱的家庭，咱的家族要受极大的祝福。愿天要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将迄个甘甜的滋味放伫你的生命灵魂的内底，互咱因为担着上帝福音的滋味。咱甲上帝讲：上帝啊，何等的甘甜，我心所愿，愿天要上帝帮助。拄则牧师嘛有甲恁做一个信仰的回顾。咱常常讲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兄弟，伫你的家庭有安尼无？咱的德堂教会有这种的故事，就是一个人来信主，就开始招伊的弟弟妹妹姐姐、小妹。小妹因为冯娟带招伊来教会，所以冯娟是甲小妹带入来德堂教会的一个媒人。后来小妹就先带伊的姐姐，后来小妹带伊的姐夫，后来小妹佫带伊的细汉妹妹平荣，后来佫带伊的哥哥。所听的弟姊妹，这个故事毋是唯一。2000年前有这种的故事，今仔咱德堂教会有这个故事。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要鼓励恁才做祝福人的家庭，因为上帝问题是用袂了。咱若真正愿意祝福人，上帝互咱的家庭得到祝福了，迄个恩典会满出来。你要真做一个开放你的家庭，甲你的亲人，甲你的厝边，甲你的同事分享。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伫圣经中间，牧师有记载，恁会当慢慢读去了，恁慢慢读这个经文。一个人得救，圣经中间咧讲起保罗传福音伫监狱，互人关伫迄个所在，后来大地震，恁会记迄个故事吗？有个人会记。这个故事讲起大地震了后，迄个监狱的门若倒落去，所有围墙嘛倒落去，所以关伫监狱内底真侪这个犯人就逃走到无看。这个咧顾监狱的这个兵就讲惨啊！这个人走了，我稳死的，都要自杀。保罗甲伊讲慢车咧，保罗都当伊无伤害家己。伫迄个危机的中间，伊对保罗得到安慰。后来伊信主，对迄个所在，伊就讲：那安尼我就应该做，我的全家嘛会当甲我当得这个祝福。圣经有类似这种的故事，伫圣经的记载内底要帮助咱。原来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我伫人类历史中间，伫教会历史中间，我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我要将我的家庭献予你。我嘛望我的家庭是一个家世永存、万代居所。这句话有够水啊！但这毋是真正是上帝伊咧对某一个人的应允。
伊写伫诗篇，伊伫诗篇的中间咧讲起人类所期待就是伊的家族会当安那家室永存，万代徛起，就是讲伊的产业会当互伊行到顺顺到永永远远。这是人类一个真大的渴望，但是无简单。一直到希伯来书第10章34节的上落尾，上帝通过信心，伫犹太人的这张希伯来书的内底，伊留一句话，伊讲：我要赏赐恁更美长存的家业，更美长存的家业。牧师无要解说这个字，但是恁有能力的人会当买田地。恁有能力的人会当起新厝，恁有能力的人会当买好车，恁有能力的人会当伫人生的中间得到更较侪物质的享受。但是上帝通过希伯来书所讲，更美长存的产业家业是什么？兄弟姊妹，记得你思想上帝讲，我为着听我的人所预备的，你就开始要慢慢明白，上帝所予咱的，毋是敢若看会到的；上帝所予咱的，毋是敢若摸会到的；上帝所予咱的，毋是敢若要食落腹的；上帝所予咱的是今生伫将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家庭。所以咱安静的时，咱要问讲，今仔日的圣经约书亚书以及歌罗西书，到底伫今仔日要对我的家庭讲什么话？兄弟姊妹，你们很棒，因为恁中间有人做礼拜，各会做笔记。牧师为着恁欢喜，嘛愿上帝祝福恁。恁毋是听一摆讲道，恁个做笔记，就个想，这表示恁较无上帝的话会通成做你的心思意念。你较无伫礼拜中间所讲到的上帝祝福，会通成做真真实实。伫恁的家庭中间来享受的，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到主的面前，咱听保罗的批，保罗甲歌罗西教会，伊甲伊讲，我亲笔写批，我亲笔写这张批互恁。这句话已经是歌罗西上尾一句啊，最后一句就是伊的结论。我写这张批是要祝福恁，愿上帝稳定甲恁三甲地地，兄弟阿们吗？所以保罗伊写批通常起头是祝福，结束嘛是祝福，但是伊伫中间就会交代，就亲像伊写腓利门这张批互腓利门，最主要就是咧甲伊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讲恁兜有一个奴才，后来伊逃走，伊甲你偷摕钱离开你的家庭，逃走出去，后来伊伫半路拄着我甲伊宽免，后来伊接受耶稣做救主，伊做基督徒。今仔日我要将这个人行礼，伊写招批意思大概咧。我查看伊对你的处理，以前伊是你的奴才，但对今仔日伊是你的兄弟。以前伊有做唔到代志，今仔日你赦免伊。足水，生命的改变，兄弟姊妹，上帝的批就是安尼开始。伊通过教会共同的生活，伊讲这张批恁读了后，恁个互隔壁教会读。伫德堂教会会讲道摕去元岛教会讲道摕来德堂教会佫摕去二林教会，所有上帝的信息伫咱中间，毋是干那一个家庭，是正城市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家庭，拢要叫做一个共同的家庭。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家弟弟今仔日的礼拜，咱嘛是亲像歌罗西教会迄群人，咱今仔日。2000年后，也来听保罗的批，所以今仔日的书会就个丢了头咱听。伫个中间，伊讲，互恁听，嘛互老底家教会的人听。老底家教会伫圣经内底足出名，但是歹出名，因为伫启示录中间，上帝圣神感动约翰。所以约翰伫伊的启示录的中间有讲起耶稣对歌罗西教会所讲的一个责备：无烧无啉。真正基督徒有信，但信仰无活泼，无热切。但是
当时保罗写丁路批的时阵，是比约翰更较早，所以当时保罗并无指责这间教会，反倒当保罗学了这间教会，伊讲伫老底嘉教会内底有一个家庭，伊的主人、女主人叫做灵法。所听的姊妹，老底嘉教会伫什么所在？老底嘉教会是红字，哥罗西教会伫隔壁，这两间教会大概差5-6公里。这地图这边就是今麦的土耳其，下骹这个蓝色，这个叫做地中海。介简单来讲，伫牧师这张相片，这个所在就是以色列。所以福音拄开始起团呀，福音拄开始起团，上界右上方有一个所在叫做安提阿。圣经讲安提阿就是基督徒受称做基督徒，是对什么所在开始？对安提阿，所以换一句话，就是福音拄开始那点。保罗将上帝圣神的感动带到马其顿，就是这附近的教会啦。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土耳其这附近的教会，然后佮往左上去到腓立比。所以当时保罗是一个将上帝福音门拍开的人。今仔这张批写予两个人，灵法甲阿基布，拄则牧师解说这两个人的家世，甲因的生活背景。所以伫这个所在，哥罗西4章14节，路加甲我咧写批的时阵，阮甲路加做伙，阮有共一个心意。所以路加虽然无亲自写批予恁，但是伊爱我伫批中甲恁请安。愿天父上帝甲恁三甲伫地，所以医生路加甲我做伙写批予恁老底嘉教会，伊嘛咧问老底嘉教会，甲因请安。伫这个所在有一个真特别的字，讲灵法以及组织伫伊的家庭的教会。这是今仔日牧师伫圣经的解说中间第2个要邀请遐弟姊妹，咱做伙，互恁的家庭诚侪受祝福的家庭的了后，第二个功课，就是咱互德堂教会做伙诚侪一间正人组织当得福音的好处。所以遐弟姊妹，原咱的教会仍然存在。咱的教会伫社区中间，互人好亲近。伫这个疫情的过程中间，有的教会因若一讲经，隔壁厝边就去甲警察局讲，迄间教会咧群聚，真正有这个代志。但是我想听到这个故事了后，迄牧师咧吐气讲，因若一讲经，马上警察就对后壁来啊！我伫德堂甲，阮这礼拜嘛是安尼啊，阮疫情恢复，我嘛是讲经啊，较细声的，哪有听到？但是，阮讲经的是阮的厝边，伊并无感觉阮侵犯着因的平安，因并无感觉阮是一个无好的动作，叫做群聚。所以，遐弟姊妹，原咱的教会为德堂存在，原咱的家庭祝福德堂这个所在。无论你是毋是有住伫德堂，无论是你对田中来、对宝岛来、对溪州来、对宜伦来。对义林来所听的姊妹，上帝互咱做伙组织伫这间教会的亲像伫腓利门的家庭、伫灵法的家庭中间。愿天父上帝使用咱的教会，灵法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妇，新妇就是新娘啦。教会伫圣经初代教会因誓约立志，因是要甲耶稣基督结连，因要用一生的听。来听耶稣基督，亲像伊家己的丈夫。愿咱的教会听耶稣基督，也愿耶稣基督听咱的家庭，听咱的教会。所以第二，腓利门拄则我甲恁讲起，伊的爸爸叫做腓利门啦，伊这个阿基布，伊讲着爱劝勉阿基布，这个人是哥罗西城当时这个保罗是一个培灵的牧师，逐所在去传福音。逐所在去讲耶稣基督的信息，甲传耶稣基督上帝国的福音。但是伫在地的家庭教会、家庭内底的教会，就有人站起来，开始牧养迄阵的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第17节的经文安尼写，伊讲：恁阁着爱甲阿基布讲，我有写批互恁，你甲阿基布讲，爱谨慎
尽本分，尽什么？上帝所交代你手中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兴起不是干那长老的责任，教会兴起嘛不是干那牧师的责任。教会兴起是这个家庭中间大大小小拢有责任。我相信咱的教会是有福气的，因为咱的教会青年，那牧师招因来做教会工作，咱的教会青年唔捌提示，而且因欢欢喜喜，无论是扫涂骹，无论是整理这个环境，以后咱的善后，咱做礼拜了，恁离开啊。这青年的留落来，用桌布、用酒精，佮重新将礼拜当个以后佮七过一摆。感谢上帝！这个教会是人人服侍的教会，因为这间教会亲像家己生命的家庭同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恁倒去了后，恁继续祈祷，恁问上帝讲：上帝，你特别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的讲道，你有啥物？特别量身定做的信息要对我讲，愿圣神甲你讲，亲像约书亚，约书亚讲，我甲我的家庭，我甲我的家，兄弟，你愿意甲上帝约束？我甲我的家，从你的家庭甲上帝约束，上帝我甲你约定，我甲我的家庭，无论外人安怎算，我甲我的家庭一定。要侍奉这个字原文叫做敬拜，侍奉这个意思叫做礼拜，原文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礼拜。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圣神咧感动咱讲，我要怎样甲上帝约束？这是我的家族的约束，这是我家族的约束。愿天父上帝亲自甲你讲，当约书亚甲伊兄弟姊妹讲。无论恁要做什么种的人，故在恁，因为恁对埃及做奴隶的时阵，恁有拜着埃及王的太阳神，你有拜着埃及的遐个女神。今仔日咱已经离开埃及，要顶头生，咱要进入迦南地，咱嘛已经过约旦河入来到迦南地啊。恁要拜偶像，要拜上帝，恁家己做决定选择。轮到我甲我的家。以色列的百姓听到约书亚的信仰告别了，因嘛讲阿门。伊讲，阮甲恁同款，阮甲你同款，阮决断无搁再去拜别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咱德登教会共同的誓约。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德登教会成做圣洁共同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咱的大家庭，这个内底有你，这个内底有我，这个内底有一个空间留互咱也未熟悉的陌生人。有一日，上帝要将这个陌生人带入来伫咱的家庭的中间，就亲像好撒玛利亚人，伊甲伊讲：拜托你替我照顾这个受伤的人，拜托你替我照顾这个受伤的人。耶稣嘛，将今仔这个时代孤单、受伤、失败的人，伊要带入来伊所听的家庭的内底。主帮助咱的教会，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恁讲两个祈祷、两个信仰的功课。第一，认真去做恁家己的家庭，好唔好？认真去做受上帝祝福的家庭。互你的囡仔伫这个家庭的中间，有水通啉，有青翠的草埔通安息，有上帝的话通听，有上帝的推甲管来教示。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家庭是一个稳上加稳的家庭，就亲像联合的家庭，亲像阿基波的家庭，亲像马可的家庭，亲像提摩太的家庭。圣经中间讲到真侪这少年辈，因兴起来接因的父母的信仰，因叫做初代教会的第二第二棒的信仰，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咱已经有这种的感动，咱要问圣神讲：圣神，若我有这种的感动，立志要成做圣洁的基督徒的家庭，我就怎样做？我应当做什么？圣经中间的福音书的故事，有几个故事拢讲到，人来找耶稣问道理，然后问伊讲：主耶稣，我就怎样做？我当做什么？今仔日咱做礼拜嘛，应该有这种的疑问。耶稣要甲你讲，将上帝话带对你的人生、信仰甲生活结连做伙。因为你的信仰不是干那伫德堂教会礼拜堂，你的信仰应该活伫你的家庭的中间。礼拜日咱伫教会内底成做什么种的基督徒？咱伫日常生活中间，咱就是同款的基督徒。咱的囡仔就看会到，我的爸爸伫教会内底足敬虔，我的爸爸伫阮的家庭中间足慈祥。伊的信仰是真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圣神赏赐你有能力，亲像灵法，伊带伊的家庭，亲像路底亚带伊的家庭，亲像罗伊甲尤尼基带提摩太，亲像玛利亚带马可。这个马可就是马可福音书的作者，马可福音书马可。伊的妈妈就是另外一个玛利亚，不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所听的姊妹，遐个福音书是2000年前的故事。今仔日，伫咱的家庭要发生一个新的故事，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叫做德堂福音书。恁的家庭要写伫这张批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有这种。欢喜的看见，上帝赏赐你圣神的开力，带你的囡仔环游世界，带你的囡仔去认识上帝的创造，带你的囡仔尊探、尊行上帝圣经的要求甲假示。你讲牧师，我教袂来，奉主耶稣的圣名祝福你，你的心内无这种的惊吓困难。你要甲上帝讲，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愿上帝将这种管教囡仔的权柄、责任，放伫你的心内，和上帝的国家庭，甲你三个弟弟。保罗甲提摩太讲什么？你已经知道，在上帝的家应该做什么。保罗讲这句话时，好亲像讲提摩太。你的阿嬷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好的女长老；你的妈妈嘛是一个好的女长老。所以你从细汉，你的一夫一妻，你拢知影什么叫做基督徒。你回想，其实你从细汉伫妈妈腹肚内，你就已经受祝福，所以你有迄个智慧，你知道怎样做。然后伊甲伊提醒讲，这个家庭就是上永远上帝的教会。咱的家庭就是永远上帝的教会，应该充满真理，充满信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智慧，知影咱要怎样做，活出美好。2000年前的教会，今仔变做礼拜堂，有真侪恁若去欧洲、中东、以色列、土耳其、意大利、罗马，真侪初代教会，因拢起一个山洞、山壁的内底屋做家庭，住伫因内底。这间嘛是一个初代教会中间其中的一间初代家庭，后来叫做礼拜堂。愿上帝祝福恁活出美好，恁的家庭出好子孙。第二，牧师要邀请咱做伙用德堂教会做活祭，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我每一间教会拢是德堂教会12支派中间的一个支派，咱毋是帮派吼，毋是，但是12支派是上顶讲伫教会信仰团体内底其中的一份子。伫旧约的中间，用12个支派来表明信仰有12个无同款的家庭族群。这个12毋是拄讲12，这12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伫今仔日你甲我咱中间，嘛代表12个支派，所以咱的教会中就选12个。
咱的教会就象征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咱的教会每一份子，拢是耶稣基督的12个学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用咱的家庭来去做上帝祝福人的教会。对咱开始，教会对以色列开始遍传到各所在。拄则一张图是敢若中迄个希腊迄个所在尔，吼。但是毋是土耳其第一点。所以对以色列开始传到土耳其，后来传到菲律宾就是在希腊，希腊搁过去搁另外一边，好像是长筒的皮靴，长筒的马靴同款，迄就是意大利搁过来才是欧洲，法国的顶端是德国，法国的下骹是西班牙。牧师今仔毋是甲因上地理课。但是初代教会将耶稣基督福音带到世界各所在，咱的教会嘛要将耶稣的好带入去到德堂乡的每一个家庭。咱的教会即马有偌济人？有100人，但是咱的教会的会友有偌济人？14000人。牧师不是夸张。咱应该把德堂的户籍，咱的德堂有登记的户籍有差不多14000人，咱应该把德堂14000人当作咱分享福音的厝边，好唔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一个人开始，首先咱的家庭来受祝福，咱的厝边就会讲：恁基督教做无共款。感谢主，愿这个无共款是好的无共款，愿这个无共款是互人羡慕的无共款，愿这个无共款是会通感动人讲，伊有的我嘛想要爱有。愿天父祝福咱的家庭，祝福教会，互咱对你我咱家己的家庭开始，咱甲上帝约束，主我伫遮，我甲我的家，然后咱大家做伙出声讲。阮嘛甲你共款，我嘛决断要跟对我的上帝到永永远远。阿们吗？咱做伙来祈祷。做伫今仔日的圣经，阮读到圣经内底所记载，互你欢喜、敬畏你，无论是菲利门的家庭，无论是联合的家庭。以及其他，阮所读到今仔日，包括马可的家庭、提摩太的家庭、路底亚的家庭、犹尼，阁有就是毕基拉的家庭，所听的天父上帝，愿你也祝福阮，互德堂有这种福音的大开拓。祝你祝福每一个阮所听的姊妹因的家庭，互因的家庭幸福。祝你嘛，互阮幸福的家庭做伙三亲近，阮结连真侪幸福的德堂教会。祝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因为若欠缺你，阮都袂通做甚物。但是阮相信，主你甲阮同在，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